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学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三天来吟圣诗第608首，希望稳定河顶甘甜来学乐主，请起立。咱游玩徛在一声用心的改名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出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文化甲神理的总分头。我用新的改名予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会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
咱三角形启应文第19篇诗篇84篇来启应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！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。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切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做寿。徛去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。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经过的大小山谷，拢变做庄园。因哪行哪有力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保护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伫你的殿院点一日，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。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伊互咱恩惠甲公营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。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也是阮的生命稳定5万的源头。阮心存感谢，将一切尊贵、荣耀甲学乐拢归乎你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时常软弱，心思会偏差，骹步会摇动。所以爱的好，我无去做；无意爱的歹，我颠倒去做。阮有时照家己的意思行，无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。求你怜悯阮，互阮看起家己的软弱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赦免阮一切的过犯，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阮的罪。也求你医治阮心内的破碎，互阮回转归向你，定心踮伫你的恩典之中。求你赏赐阮有渴慕你的话语的心，互阮毋是只有主日听你的话尔，也愿意日日读你的话，亲近你。互阮哪读哪明白你，哪明白你就哪听你，哪倚靠你。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逐日的脚步。主啊，求你赏赐阮智慧，面对逐种消息甲声音，保守阮无因为袂清楚的代志，互阮的心受搅扰。赞阮学习安静、查明、祈祷，转到你话语面前，用你的眼光来看代志，看别人，嘛看家己。求你引带阮将所信的活伫生活中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仁爱、耐心甲温柔，用听彼此服侍。无论伫家庭、工作，还是教会生活，拢互阮活出最严最光的生命，互人对阮身上看起你的荣光，归向你，尊你做主。亲爱的天父，也求你纪念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求你亲自医治，
安慰甲扶持，赐因力量甲平安。对照顾亲人的家属，嘛求你赏赐喜乐甲有够用的快乐，保守因的性心灵，互因伫这野生中间遥久经历你的同在。愿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家庭，互因伫你内面有盼望、有平安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妇女诗班要用我要喜乐来带领咱敬拜。
请听圣经的话，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12节、24到25节。耶稣在行路的时，看见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。伊的门徒甲伊问：rabbi，这个人出世就失明，是啥人犯罪？是伊本身，还是伊的父母？耶稣应讲：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。趁还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迄位的工。暗时一个到，无人袂当做工。活伫世间的时，是世间的光。遮个话讲了，伊配喙烂伫涂骹，用喙烂敲涂，然后用涂糊伫迄个人的目睭，甲伊讲：你去西罗亚池洗。西罗亚的意思是风吹肯，伊就去洗。转来的时，已经袂看见。伊的厝边，甲捌看到伊以前伫做乞食的人讲：即个敢毋是不时坐伫甲人分的迄个人？有人讲伊就是，阁有人讲毋是，是亲像伊。毋过迄个人家己讲：我就是。因阁问伊：你的目睭安怎会看见？伊应讲：叫做耶稣迄个人敲涂糊我的目睭，甲我讲：你去西罗亚池洗。我去一个洗就看见。因问伊：迄个人伫倒位？伊讲：我毋知。法利赛人第2遍叫迄个出世就失明的来，甲伊讲：伫上帝面前，着照实讲，原知即个人是有罪的人。伊应讲：伊是有罪的人，也毋是，我毋知。我只有知一项代志，我前失明，但有看见。今仔日有声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：勇敢为主做见证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早起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勇敢为主做见证。圣经家卡尔巴特伊捌讲，伊讲宣教是上帝的宣教，对上帝发动，而且上帝本身参与伫迄个中间，来互上帝的主权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作。所以若是安尼，宣教就是一种的见证。历代宣教师因对世界见证耶稣基督伫历史中的作为，嘛见证因本身因为救恩，因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所以宣教就是见证，见证就是宣教，宣教甲见证是分袂开的。伫我要进入下早起主题进前，我要先来问咱一个问题：兄弟姊妹，你捌对人传过福音无？还是讲，你用你的亲朋好友来讲过你的生命得到改变，为主做过见证无？若毋捌，下早起的信息对你来讲是真重要的。咱要对约翰第9章来看一个，互耶稣医治目睭的青美人，伊勇敢来为主见证耶稣伫身躯顶所做的代志。伫第1节，则写讲，耶稣经过时，看见一人出世就青面。对犹太人的因的观念来看，一个人若是出世就有缺陷，表示安怎？表示即个人前世人有罪，啊无就是伊的父母有犯罪，所以连累着这个囝儿。有一种因果论伫迄个思想内面。所以，这个学生就问耶稣：
讲列比，这个人出世就痴迷，是治罪犯罪，是伊本身，也是伊的父母。你兄弟姊妹，这是一般人的看法，看到无好的代志，因随时就想讲，迄个原因是甚物？到底什么原因来造成的？耶稣伫遮突破了一般人的一个观念，用无同角度来看这样代志。第3节，耶稣回答讲：这人无犯罪，伊的父母嘛无独独，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。英文的圣经是写讲，互上帝的工作来互人看见。嘛，即句话就是讲，互人有机会来看见上帝要做的代志。所以耶稣伫遮用烂胶土来抹伫即个痴迷人的目睭。耶稣甲伊讲你去洗罗亚的池洗，伊就去洗，倒转来已经看见。所以伫遮咱看到一项新约，就是耶稣用一种超自然的方法，用上帝所予伊的权柄来开了即个人的目睭。即个人出世就痴迷，总是因为拄着耶稣伫个生命中间有一种的转变，对本来出世就看袂到。大汉了，伊真自然，诚做乞食伫路边来救人，来对人讨物件。总是即日，耶稣拍开伊的目睭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有2项代志真重要，就是光甲目睭。伫第9章39节，甲咱讲有真侪人因的目睭看会到，总是因内面是痴迷的。搁较惨的，就是因内面痴迷，总是因家己毋知。因若知，因就会晓求耶稣来替因拍开。总是因毋知。耶稣来，伊讲伊是世间的光。伫第5节，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，所以伊来是要开咱心灵的目睭，完全改变人对物质、对生命、对永恒的看法。耶稣嘛改变了咱对迄个价值观的看法。伊毋但拍开咱心灵的目睭，伊阁将咱甲上帝本来已经长期迄条线甲连接起来。我用一个譬如，伫咱的头壳顶有真侪电火泡仔，总是遮个电火泡仔较重要是因为壁底有电线，电线将电火泡仔牵到迄个电源。所以有法度发光，所以恁若无迄个电源、迄个线接起来，无论面顶的电火泡是偌大，拢无发光，无法度发光。耶稣来就是要将咱心内迄条线甲上帝连接起来。当你生命的线甲上帝连接来时，上帝的能力就有法度流到伫你生命内面，互你的心灵的目睭自然光起来，互你会当来看到讲。我来到世间，我的目的是甚物？我甲上帝的关系是甚物？有一日，当我离开世间的时，我到底要去到伫倒位？上帝找耶稣开了咱的目睭。什物叫做属灵的目睭？咱看，当耶稣伫世间的时，伊看代志甲咱看的无共。伊看到出角鸟啊，伊是看到上帝的疼。伊看到山里一蕊百合花，伊是看到生命的可贵。当伊看到迄个丧养的寡妇奉献2仙钱的时，耶稣讲伊奉献的比别人较济。当玛利亚拍破玉盘，将迄个哪达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，别人讲是浪费，总是耶稣讲啥？讲是一件水的代志。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传这个福音。嘛要纪念这个富人人的所做，所以你有看见，当你信主了后，你灵性内面的进步，所以咱对人生的观点看法，伫遐就慢慢调整，哪来哪亲近主，互咱会晓哪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人看代志，这就是咱灵性的进步。咱拢知影有一位脑性麻痹的画家、画家。黄美莲，我会记得伊伫差不多30几年前捌来过即个所在，咱教会伫遮
徛伫台顶做过见证。一出世就是脑性麻痹，全身躯软高高，袂囍嘛袂讲话，总是伊的老母无将伊看做是一个无路用的囡仔。有一寡父母，若生着即款囡仔，因会安怎？送伊孤儿院，无就等伊路边，互人捡。因感觉讲即个囡仔无路用，伫家庭会真做款的负担。总是黄美莲的老母，伊会晓用上帝的眼光，用耐心、用疼心来照顾即个囡仔。伊相信上帝绝对无互一个人来到世间，真做完全无路用的，无论伊的条件是怎样。即个囡仔到6岁时，伊也无法度讲话，无法度起来徛。即个老母逐日为伊祈祷，迄上帝心意就开始伫伊身上来发生。渐渐伊会晓讲话，嘛会晓起来徛，总是手也是咱讲萎缩，面嘛歪歪，无好看。伊老母逐日骑脚踏车接送即个囡仔去上课。伫学校时，有人会跳到对后壁，甲压一个，还是甲拍一个，这就是世界。总是伊老母用不变的疼来疼伊，来鼓励伊。后来因移民到了美国，所以就照一般的迄个程度去学校上课。等伊读大学时，有一届，伊听到边仔2个同学伫遐讲即种人嘛敢来读大学。意思就是讲，像即种外表无完全的人来读大学是要做甚物？所以听了心真艰苦，等于甲伊老母讲，伊老母甲伊安慰，讲你毋免伤心，你应该用上帝眼光来看家己，毋是用人的眼光，因为你是上帝的查某囝。果然安尼，咱看黄美莲，伊到尾摕到博士学位。所以上帝有真侪时阵用人生的苦难、逆境、缺陷来彰显伊的作为，来互人看见上帝的疼，来互人看见上帝的权能。兄弟姊妹，是安怎？你一定爱来认捌这位上帝，因为伊毋但创造你，又搁将伊的灵放伫你的内面，要帮助你来发挥伊创造你的目的，要帮助你拍开目睭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。今仔日耶稣基督嘛帮助咱用正确的方法来看时间。再咱看第4节，第4节耶稣讲：时要是日时，咱就做迄个找我来的工；年时要到，就无人会搁做工。照学生的看法，现在是日时，总是耶稣讲年时要到，意思就是讲，你爱把握上帝互你的机会，迄就是你的日时。机会一个过，黑暗暝到，咱就无机会做工。咱看，咱常常嘛看到一寡人，因细汉时有来教会，有上过主日学，伊嘛捌听过因的朋友，因为信主，生命有改变，有这种喜乐平安伫因的心中，所以伊嘛捌欣赏过迄款的人，总是因无掠着机会，有时一个过20年、30年，甚至50年。伫这段期间内面，因为因毋捌上帝，因就照世俗的生活建立因的价值观。直到有一日，上帝佮互因机会时，因则拍开因的目睭，伫遐后悔讲：我若会当伫较早20年前、30年前，我掠着机会，我的朋友对我传福音的时，我若会当认捌这位神。今仔日我的生活，我的家庭一定真做无受伤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就是你的日时，你爱掠着机会，你爱来亲近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互你的机会。年时一个到，就无人会搁做工啊。咱来看耶稣怎样对人见证，伊是甚物人？伫9章35节，写讲耶稣听到这个法利赛人将这个生命甲赶出去了，耶稣搁找着这个人。
耶稣问伊讲：你信上帝的囝无？伊回答讲：主啊，之水是上帝的囝，互我信伊。耶稣讲：你已经看见伊，现在甲你讲话就是。所以这个青年人，伊伫遐马上讲：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耶稣伫遮见证讲，伊是上帝的囝。2000年来，耶稣伫世界这个运行中间来见证伊是神。伊伫世界的形势会转变，要紧来接受伊的伫个生命中间有一种新的转变、新的亮光、新的价值观。所以咱看使徒保罗，使徒保罗伫认捌耶稣进前，伊上重视的是啥物？伊上重视的就是学问、律法、关系。当伊前往大马士的路上，伊伫遐拄着国外资料，认捌耶稣了。伊腓立比人书3章第79、第90，伊安尼讲：伊讲若是平素做我利益的，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；毋然安尼，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，因为我了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。我为着伊，捌损失一切，也看做本事，是爱得到基督久长来惦伫伊。这就是保罗伊信主了，伊生命的改变。伊开始会晓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Dan Carvin 是一个牧师，有一日，伊甲伊的囝讲起一件伊伫中学的时发生的故事，来勉励伊的囝。甲伊的囝讲：你是上帝的囝儿，你也会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，嘛愿意为人付出代价。伊讲伊读高中上尾年。伫学校有开一门课，叫做社交学、社交学，训练你以后进入社会了，人甲人相处、男女中间迄个礼仪。有一节课，老师安排这个查甫学生去邀请你的舞伴做伙跳舞。所以伫迄日，这个查某学生因穿甲真水，坐伫教会内面坐一排。这个查甫囡仔由外口入来，邀请你喜欢的舞伴做伙跳舞。伫迄个上课的前一日，伊的老师 Miss Owen 甲伊讲：“Dan，明仔迄场社交课，你爱选 Mary 做你的舞伴，甲伊做伙跳舞。”伊讲听到这样代志，我亲像去互雷讲着。伊心内想讲，老师，你是毋是有讲毋对，还是我听毋对？因为当时的Dan是学校内面足杰出的运动选手，成绩阁好，所以伫学校内面是咱讲明日之星。迄个 Mary 生做无好看，喙齿阁噗噗，阁挂一支差不多2千度的目镜。所以伊心中想讲，老师，你叫我选伊。是啥物意思？总是老师继续甲讲一句话，讲你若是基督徒，你就爱安尼做。伊等于了，伫遐想一暗，最后伊决定，迄个日毋知是老师超工安排，还是安怎，互伊囝伫上头前。伊讲你若甲我排后壁嘛较好，因为我选我无人啊，我只好选迄个 Mary。你甲我排第一个，你要叫我安怎选？所以。当伊行入的时，这个查某囡仔，面拢笑笑，拢一直甲看，嘛讲伊会使选伊。结果，伊阁看上后壁，迄个 Mary 坐伫上后壁塔门边，头壳咧咧伫遐看塔门外口，毋敢甲看。所以伊伫遐入去了，大声宣布讲 ：“I choose Mary， 我选 Mary。”好，全班安轰就一声，大家惊一跳。伊讲，当我讲 I choose Mary 的时，我看到迄个 Mary， 是我一世人无法度袂记的。迄个查某囡仔头壳压起来，面笑出来，然后大步行出来外口，甲我跳舞。伊讲，迄是我高中8年的时一个经验，我学习到一门功课。伫即个世界，
你爱用耶稣基督眼光去看遐个卑微的人，去看遐有缺陷的人，而毋通照世界标准去看人。对家己好，才是永远的好。你爱用上帝的眼光去看。伊讲迄个报赏，迄个查某囡仔，互我的报赏是有够大，伊的笑容永远留伫我的头壳底。伊讲下课了，也有2个查某学生来找伊，甲伊讲，阮知啦，迄是老师叫你选伊。伊甲伊讲对，老师有甲我建议，总是我家己决定的。咱倒转来看圣经第9章25节，这个青面人伫遮讲出一句话，是历史上千千万人因的心声。伊讲，伊是毋是罪人，我毋知，总是有一件事我知，前我是青面，但我得着看见。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见证？见证就是将上帝你身躯顶所做、你的经历、你的体会。讲互人听，遐法利赛人看到即个青面人目睭光起来，阁是耶稣甲医的，因毋爱相信，因惊伊讲，那真侪人相信，因会去信耶稣，所以因就想办法要来封掉即个青面人的迄个喙。因叫伊的爸母来问，爸母毋敢讲，爸母伫遐讲，啊伊已經大汉啊，恁去问伊就好，我毋知。总是伊是阮的囝，无毋对。以前是青面，今仔日是安怎会看到，我毋知，毋敢讲。总是即个青面人好胆见证讲，前我青面，现今已经看见。有一人名叫耶稣，用烂胶涂抹我的目睭，叫我去西罗亚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。兄弟姊妹，是安怎今仔日你毋敢对人做见证？敢才你真久无25节即种经验啊？有一件事我知，前我青面，但得着看见。敢才咱信主了，时间一个久，麻痹，无感。你无看到是耶稣伫十字架顶为你流的宝血，你无听到耶稣伫十字架顶为你的祈祷，所以你情愿将耶稣放伫一边，来跑走你世间的道路。直到你离开主，毋捌阁经历过主，你嘛无法度讲我前怎样，今日怎样。什么叫做灵性的进步？咱来看即个青面人，第11节，当耶稣拍开伊的目睭了，伊的厝边问伊讲：“你的目睭是怎样开的？”伊回答讲：“有一人名叫耶稣，用胶涂抹我目睭，叫我去西罗亚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。而且，伊称耶稣叫做有一人名叫耶稣。到17节，法利赛人问伊讲：伊既然开你的目睭，你讲伊是怎样的人？伊应啥？伊讲伊是一个先知。到32节，法利赛人直接骂即个青面人，因讲阮知影摩西。总是即个人，阮毋知伊对倒位来。即个青面人甲因讲，对古早以来毋捌听见出世青面人有人开伊的目睭。即人若毋是对上帝来，就啥物拢袂做。伊即只伊称耶稣做对上帝来的。到第35节，当耶稣听见法利赛人将伊赶出去了，耶稣找着伊。耶稣问伊讲：“你信上帝的囝无？”伊回答讲：“主啊，之所以是伊叫我来信。”耶稣讲：“你已经捌看到伊，现在甲你讲话就是。”这个青面人马上讲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就拜耶稣。所以伫遮，咱看到这个青面人，当耶稣拍开伊的目睭了，伊毋拿伊肉体上的目睭拍开，耶稣嘛拍开伊心灵上的目睭。互伊对耶稣的认捌，对有一人名叫耶稣，证到伊是一个先知，佮证到伊是对上帝遐来。最后，伊称耶稣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需要的，就是搁一遍倒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
为咱备办的恩典是遐尼大、遐尼丰盛。当这个温度，耶稣互人定是不加了，因会惊，所以引起伫关伫一间耶路撒冷一间房间内底，国外主伫遐对因显现，甲因讲愿恁平安。你有相信耶稣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无？你有甲伊讲话无？你要决定一项代志以前，你有问耶稣无？你有互伊进入你的性命无？耶稣伫遮讲，去世你就会看见。今仔日基督恩典已经为咱备办好势，总是较无彩，有少人因来教会久久，犹原丢除，毋敢受洗。耶稣讲，去洗你就看见。咱教会伫12月13有要举行洗礼圣礼典，毋望咱会当掠着机会，伊应家己接受主了，勇敢受洗，甲主立约，因为伊是你的主，因为伊要拍开你的目睭，来互你看见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的陪伴，是咱目睭毋捌看见，耳孔毋捌听见，有奇妙恩典伫听候咱。今日若有人拄来教会无偌久，我嘛爱因会当来相信伊，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囝。从来毋捌有人敢宣告伊是上帝的囝，因为耶稣确实是神来到这个世界，互这个黑暗的世界有光明，互你的人生有转机。会当你的目睭拍开的时，你会当看见你以前毋捌看见。有阳光，有喜乐，有平安伫咱的中间。愿咱会当享受伫主内面的恩典，嘛愿咱会当好胆对人见证耶稣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向阮的主，阮多谢你，为了阮人类来到世界，成做世界的光，嘛成做阮生命的光。主啊，阮无愿意继续生活伫黑暗的中间，无目标，无方向，无终点。主啊，开阮的目睭，愿看见你的恩典，是何等的长阔关心伫阮的心上。帮助阮勇敢对人见证，讲我前怎样，今仔日怎样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互阮中间还未受洗的，会当看到你为因所备办的救恩，互因会当勇敢来接受洗礼，为主做见证。愿你施恩伫阮的中间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咱三甲来吟圣诗532首，我认救主无惊，继续来回应主的教导。
三甲用奉献来献上感谢。请坐。我来报告。本周查经班的进度是《路加福音》第21章。咱伫礼拜三的暗时8点伫对面咖啡屋，由稳中牧师带咱查经吼。现主是差不多逐礼拜拢有30上下的人数参加。希望有搁较侪兄弟斗阵来亲近主吼，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就是伫拜三的下暗8点伫对面咖啡屋。教会消息第1点，本会的青少年牧区伫21号到23号，就是到今仔日来到迄个埔里的食位营地来举办生活营。为林传道吼有随队前往。因为今仔日落雨真正是真大吼，请大家带倒，互因会场拢真正会当平安安全会转来到咱的兜。第2点，主日是本会青少年牧区纪念主日。请兄弟为着咱青少年的事工关心带祷甲奉献。第1堂的礼拜中，稳中牧师会为主日学甲青少年升级的同学做祝福的祈祷。第3点，本会伫9月5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，咱伫伊丽莎白的教堂要举办即个教会法规的检讨会。即边咱邀请刘立仁牧师来主讲。除了咱看即个大纲有法规的明白以外，咱嘛会讲解讲教会常常拄着的问题。真正非常欢迎兄弟斗阵来参加。咱若阵有啥物问题想要问的，也是有建议伊的边仔有一个 QR code， 也是伫咱的办公室遐，咱拢有一个 QR code， 咱通来扫，来填即个问卷会当互讲师提早准备咱想要得到的答案。第4点，
妇女团契，咱伫顶主日8月16号，咱举行年会，顺利的选出新的委员甲队长、会长、副会长，名单请咱看周报。第5点，家庭团契是今仔日早起10:40伫松大教室要举行年会，请客友踊跃出席参加。监选的长老有刘丽群、戴丽文甲洪少倩3位长老。第6点，上年大学8月28号，就是即礼拜5咱上午9点伫松大教室开始要注册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55岁以上的兄姊，咱大家尽量会当斗阵来参加即个双年大学。第2点是9月2号，就是后礼拜3，上午9点伫伊丽莎白教堂要举行秋季班开学感恩礼拜。佮补充报告一点因为即马雨落真大，等者咱若准备转去的时阵骹步稳稳啊行慢慢啊行，安全上重要。好，请咱好，煞只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摆，兄弟斗阵读2摆。对创世以来，要毋捌听见讲。有人互出世就失明的人画看见，即个人若毋是对上帝遐来，袂当做即款代志。约翰9章32到33节，好，咱大家斗阵来读。对创世以来，要毋捌听见讲。有人互出世就失明的人会当看见，即个人若毋是对上帝遐来，袂当做即款代志。约翰9章32到33节，搁一摆。对创世以来，要毋捌听见讲。有人互出世就失明的人会看见，即个人若毋是上帝遐来，袂当做即款代志。约翰9章32到33节，我要搁补充报告一点，咱若准8月你较袂晓读真正非常欢迎来参加礼拜6早起的迄个8月2班，好。以上报告来，咱斗阵来唱祝福车肯的诗歌，40402首，请起立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每一人三甲伫地，一直到世代，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下集。